OK，我係2年前咧，經有個朋友介紹我第一次認識快鬆嘅，因為我同我先生啦都係喺辦公室工作嘅，咁隨住年紀啦，其實肌肉有勞損啦，亦都身體遇到其他啲關節嘅問題。咁我最欣賞快鬆嘅原因咧，就係佢哋嘅治療係針對性嘅。咁另外就係我欣賞快鬆另一個原因咧，係佢2位創辦人啦。佢哋都擁有一個幫助人嘅心。咁佢哋會好密切留意市面上一啲新嘅儀器啦，都係希望可以幫客人解決身體肌肉或者關節嘅問題嘅。我啱啱上個禮拜就試咗一次，咁短短10分鐘，佢就可以將我嗰個頸部啦同埋腰部嘅肌肉咧可以拉鬆，咁感覺真係唔錯嘅。咁點解我會 keep 住嚟啦？我諗最主要嘅原因係呢度唔登症啦。咁每一次嚟到咧，治療師都會用盡中心裏邊嘅各種嘅儀器或者手法，盡量可以幫我哋解決或者舒緩身體上嗰個問題。咁有時係中式啦，有時係西式嘅。同埋咧，大部分咧呢啲方法咧都係冇額外嘅收費嘅。咁呢啲對於我哋消費者嚟講咧係一個好安心嘅事情。